哇，这個車，這車就是我們出去野外的時候時常就做保障的這個車。就是如果發生了火情，這輛車也會跟着去。你看這兒有2個電磁灶，哇，這大灶哎！你看像這面它是蒸汽灶，它可以做主食、做面點，它可以設定時間，然後有啟動、停止工作指示，還可以排煙。我的天哪！來吧，戰鬥起來吧！我就喜歡炒大鍋菜，特別香。哇呀！哇，看我，這煙霧太大了，沒想到在這野戰車上做菜也這麼爽，好痛快啊！火大，對，火真的挺大的。飯做好了嗎？兄弟們有點餓了。啊，馬上了，馬上了，稍等，今天有大餐，10分鐘，10分鐘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肚子咕咕叫。炒的什麼菜啊？馬上。可以端菜了嗎？我現在炒那個菌子，不能急，餓得很啊，那不行啊。等我5分鐘，兄弟們。哇，哇，好香！行，就这些吧。好 ，OK， 出锅。開飯了，開飯了！哇，天晴了，雨停了，我覺得我太行了，我天哪！飯也熟了，飯也熟了。來開飯吧！開飯，嘗一嘗，用着你們的野戰車，然後我炒的這個菜，稍微有點糊味兒，是不是串味兒了？鍋是不是沒洗啊？被你發現了，沒來得及洗上一個的鍋，你知道，突然那口鍋那個火就旺起來了，然後噼啪就我就覺得感覺要糊了。可以，可以吧？可以，餓了，多吃點，大家都餓了。如果在山裡，假如說出任務時間長了之後，那時候會想說吃什麼東西嗎？想吃什麼菜？想喝口熱湯，吃個泡麵。想吃熱湯泡麵是吧？其實我們最常都是戰友在一起吃飯，就有一種兄弟在一起吃飯那種感覺。因為你們天天都在一起訓練、工作、出任務，每天早上醒來就是睜開眼，第一眼看到的都是各位幾位，是吧？所以平時我們這種感情就是這麼一點一點積累起來。對。